好快咁講一下，瑞巴904同905嘅問題。904靠堅尼地城唔夠客，905又能夠吸引無數西營盤同上環乘客，點解呢？可能西環有971競爭啦，但係回程收南區㗎，而且比起經連長道直達大角咀嘅904，需要額外途經油麻地佐敦道。西環至旺角紅色小巴已取消，而且堅尼地城比西營盤離中環荃灣線遠，只能講堅尼地城嘅整體過海需求唔高，但904班次唔密，所以客源被分薄。好啦，講個簡單嘅解決辦法，904代905經西營盤，港島線西延令904在堅尼地城少咗唔少乘客，估計剩餘乘客都中意搭巴士，所以唔會再跌好多乘客，但係能夠吸納905係西營盤嘅龐大客量，令905來往旺角同中上環嘅車程加快，吸引更多潛在乘客，一舉兩得。不過西區嘅道路設計有啲唔容許兩線嘅重組，904要經西營盤嘅話就要兜大圈，僅如西環尾客都會趕走埋，又會嘥油。至905要西營盤直接往返西隧，就要好似970咁樣，問題唔大，但同現在比較，快唔得好多。所以，由中巴時代到今時今日，兩線都冇係港島大改走線，就係咁解。既然西環味嘅需求都唔大，咁點解唔想減904嘅服務呢？問題係西區反對啊嘛。我哋再望過去港島嘅另一邊，冇地鐵嘅小西灣只係喺繁忙時間先至享有特快來往觀塘嘅606X 巴士服務，非繁忙時間搭606要兜耀東鰂魚涌。904既然只有堅尼地城沒有同905重疊，既然取消唔到，試下用呢個方法，除咗配合西區居民通勤嘅方向嘅班次之外，其他班次應該考慮繞經更多地方，例如經中上環，甚至改為行灣仔同紅隧，即參考類似988X 嘅兩種走線制度，咁樣可以善用904嘅載客量，方便九龍居民前往港島核心地帶通勤。最後講個唔實際但非常之有效嘅方法，就係交俾城巴營運，同路線970、970X、973重組，970X 改行紅隧變172X，加快香港仔至旺角嘅車程，904改為974，香港仔至荔枝角，不途經石塘咀，973增設尖沙咀至香港仔的雙向分段收費。唔知各位有咩意見？歡迎留言，多謝收睇。